看咱的新闻。乡亲，大家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初9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高兴竹。一开始来看中营罢工结束啊，空服员明仔就要登记上班，不过也是直生空生顺。桃园空服员职业工会一个姓郭的干部，参像伫咧内的群组内底呛声讲，罢工半路离开的空服员要甲电甲金死死。公司这边正生气，去警察局报案，嘛甲这个姓郭的空服员调去做地勤。即马这空服员有回失礼，承认讲这是伊讲的无毋对，也毋过毋是要霸凌，嘛无针对任何人。中营空服员罢工正式结束，2060分的空服员三宝第一天就分了800多分，不过网络伫咧传讲空服员之间有霸凌言论。伫内群组有一名姓郭的空服员讲要电报罢工到一半，中途落跑的同事，也佫讲要伫咧机场的飞机参加了。工会澄清是何必被人道歉。郭子嫣本人他表示，他并没有要去霸凌，没有参加罢工员工的一个意图，看起来就是冒用的这些账号跟图片。中营认为事关重大，已经登记调查，配合暗7点半也派代表去派出所报案。下来报案的是吗？可以简单说明一下吗？不过对于媒体问题无意基做回应。郭姓空服员伫咧9号透早透过工会发布声明，承认加料的言论是本人所讲的，不过并无霸凌的意图，也公布对话前后的内容，同时对话道歉。中营讲，这位姓郭的干部对话内容有严重影响会员的疑虑，除了是启动内部的调查程序，也会暂时甲姓郭空服员改做地群，等调查结果出来才做调整。另外，中营对各工会干部要求赔偿的立场依然无改变。照6月2日罢工第2天时阵，要求赔偿每工新台币3400万损失来计算，到7月初17天，总共要求赔偿5亿7800万。中营讲，等开庭的时阵，再提出详细要求赔偿的金额。工会是发表声明讲，罢工完全合法，若是中营无绑工会线，工会也无伫咧软，会做律师团来应战。记者综合报道。中营罢工受影响的乘客要安怎赔？公司即马表示讲，航班万均超过6点钟以上，上济会赔250块美金。也毋过消基会讲，对欧洲赔全国人机来的航班，爱比较欧盟的规定，赔600块欧元才对。中营航空罢工17天，顶礼拜六正式结束，不过事后赔偿才拄要开始。消基会表示，最近接到上百通申诉电话，拢是关于中营理赔的问题，到即卖也未收到赔偿金额。中营表示，已经启动赔偿机制，最近就发放赔偿金。我们在办公期间的时候就已经有公告过了嘛，就是250块为限，那你要付一些凭据嘛，好，那另外那个旅行社的部分的话，我们也已经有达成协议了嘛，就是请他们留下单据。中营表示，只要航班延误超过6点钟以上，将会提供延误期间所产生的必要的食和住以及交通等费用，会依照旅客提供相关的单据来核发，补偿上限250美金。不过消基会表示，欧盟飞转来台北的航班应该要比照欧盟EU26的条款，依照规定，只要航班对欧盟地区飞往全球各地，遇到罢工的事件，都会当适用该条款。中营有4个航线使用，包括 Paris、Vienna、London、Amsterdam 飞往台北，因为飞行距离超过3500公里，会当要求航空公司赔偿600欧元，以及必要食和住的费用。没有经过合法罢工的，他宣布突然罢工，这样子的一个突发状况，航空公司都要负责任。他的一个赔偿基本上如果符合这个条件，大概他的一个赔偿金额大概250、400或者是所谓的600欧元。那现在目前，假如说个人票再加上去的话，整个代垫款的部分，我跟你讲会不会超过20亿，我都不晓得。另外，消基会强调讲，依照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应该记载不得记载的事项，团客会当向旅行社业者求偿。但是强调讲，旅行社并不是最后赔偿的负责人，只是有连带法律的关系。但是旅行社强调，除非中营无要理赔，目前中营已经启动理赔，消费者应该直接甲中营要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
世界乡亲，咱做伙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日本媒体报道讲，日本学者发现记录中日战争期间日军用化学武器的报告，这嘛是头一摆有日本军方的报告证明日军伫咧中国用化学武器。来看自由时报。自昨开始，台北市包括台病院边啊、日军中校复兴站、辽宁街边啊，总共5607个机车的停车位要扩大收停车费。头一天尔就引起民众怨叹，骂政府搁在抢钱。继续来看《红歌日报》，有网络顶头在传讲，行政院长苏贞昌去参加铁路警察李承翰告别式的时识别。验过这影片是假的，高雄市调查处副处长颜正基收到影片了后，就甲传出去，假的搁传，所以即马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来看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昨昏开始，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昨昏伊是去接受广播电台访问，针对着伊拒绝签初选公约红集期，郭台铭是爱国民党讲好清楚，唔通甲陷害。前新北市长朱立伦是批评郭台铭袂使认为家己是政治素人，就无照规矩来，伫咧小资化的政策顶头乱讲话。我不知道。所以我就跟杨秋兴完全划清界限。伫广播专访的节目，先背会甲杨秋兴完全无关系。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强调讲，最近杨秋兴批评韩国瑜的代志，甲伊无关系。颠倒是针对外界质疑，伊无爱签党内初选的公约，火气真大。表示讲家己一直拢讲要签，党中央爱说明清楚，找大家做伙来签，那无就是甲害。国民党，你赶快弄一个版，大家在这个时候，在今天、明天还来得及，大家一起签。那如果说那个国民党有什么顾虑，他不能签，你国民党要说明清楚，不然陷于我不义。针对外界讲国民党拢伫家斗相共，郭台铭也强调讲，脱党参选是假议题，骂讲党中央拢无做啥。若是前新北市长朱立伦是甲郭台铭抢起来，伫初选公约这部分，认为讲袂当因为郭台铭是政治素人，就不爱守规矩。嘛，李少佳化的政策面顶继续透过媒体来对下，爱伊唔通搁练笑话。不能因为自己是政治素人就不守这个规范。我们可以就政策来讨论，但是不要再瞎掰，不要再鬼扯。朱立伦强调讲，家己是上会堪职检验民进党上惊的人选。高雄市长韩国瑜是接见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用市集表现来宣传伊家己。针对郭台铭讲民调会去互民进党操作，互韩国瑜来赢，伊是表示人民会家己判断。民调过几天之后就会很真实的呈现出来，我相信全国的人民自己会去判定，他们认为谁比较适合代表国民党的参选。韩国瑜强调讲尊重郭台铭的看法，若是签党内公约无表达意见，家己拢配合。面对那夜总统初选民调开始，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是发声，希望伫公平的基础来完成。我希望能够在公平的一个这个基础上呢来完成这个民调。若是接到民调的电话会支持谁，还佫有敢有要参选到底？王金平拢无答案。那赢总统初选民调初八开始会进行一礼拜，嘛因为国民党无禁止期间来宣传，预计各阵营拢会全力来拍拼，增加广告。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总统蔡英文要拼连任，昨昏伊是去地方甲议员开讲，要来了解地方的声音。面对南亚攻击，蔡英文强调讲，伊无得惊，颠倒是高雄市长韩国瑜、甲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拢做伙甲攻击，看起来是因较惊伊。交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合照，率来进行座谈。总统蔡英文初八持续进行党内整合，对中央民代到地方民代，同一天嘛安排和中华南投县议员座谈，要何时增加民意零落差。我们所有的议员我们都会找机会坐下来谈一谈，更进一步、更深入的了解基层的民意。透过这个基层的交流跟互动，我想可以让中央的更多的政策美意可以更具体的落实在民间。
总统竞选办公室和议员，各伫咧通讯软体成立新8年度群组，会当直接反映民情。总统蔡英文就要去邦交国访问，初7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佮一度想要送国旗帽啊，予伊出访的时阵递。蔡英文反倒当来批评，毋是每一个场所拢适合递帽啊，佮强调家己毋是郭台铭的员工。面对南亚进攻，伊嘛做好准备。我没有怕谁的问题啊，我倒是觉得他们都很怕我啊。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的齐心协力的、共同的，在不同的机会或者在同样一个机会都要争取来批评我或者是攻击我啊，看起来是他们比较怕我吧。若是国防市长韩国瑜提出征兵步兵制并行，国防部强调，即摆本来都毋是全部兵制。步兵制很成功，我们也讲了新闻稿，我们到明年可以到达90%的最后的目标。蔡英文批评韩国瑜对整体国军兵员理解了无够，目前步兵兵员充足，已经超过所需要的。蔡英文对外炮火正猛，对内持续整合，选战模式启动，挑战2020连任之路。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示威活动已经1个月，差不多每礼拜拢有抗议，国际嘛真关心。香港歌手何韵诗昨昏就受邀请去瑞士，伫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顶头讲话，伊讲一国两制差不多要死啊，呼吁联合国爱保护香港人，甲无尊重人权的中国踢出去。Serious attack. Last month, 2 million people walked in peaceful protests, fighting an extradition bill that would remove the firewall, protecting Hong Kong from interferenc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olice shot rubber bullets and 150 tear gas bombs against unarmed protesters. There is a point of order. I give the floor to China. 刚才这位所谓的 NGO 代表发言者发言，将香港与中国并列，挑战了一个中国原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请主席敦促其使用符合联合国规范的正确表述。这空了10几秒就被拍断。香港歌手何韵诗吹背应邀请到瑞士立法会，甲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谈香港反送中，短短2分钟的发言内容，唔但一遍被中国抗议。副主席先生，中方再次行使程序性动议。刚才这个发言者无端攻击中国1国2制制度。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请主席敦促其不得使用侮辱性语言。I please ask the speaker to take note of the points made by China while I give back to her the floor to her. 何韵诗向顺继续发言，提出具体案例，亲像6名立法会议员被除名，酒店头家被绑架，民运人数变关。强调香港的民主倒退，一国两制差不多死啊。Yet after only 22 years, China is denying its obligations.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nearing its death. 若是香港，伊也讲到西藏新疆，即其破坏人权的中国，为什么当做人权委员会47个成员国之一？最后希望联合国开紧急会议，保障香港等地人权。Will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e an urgent session to protect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Given its abuses, will the UN remove China from this Human Rights Council? 像何韵诗安尼表态支持反送中的民间议题，可能会面临着中国封杀。纽约时报就报道，这几礼拜示威活动正少有艺人公开出现，并且讲何韵诗伫咧2014年雨伞运动进前，捌伫中国办过100华场的演唱会，了后就被禁止演出，歌曲也自网络平台被下架。迄当阵，甲伊同款被列伫恶名单，也有歌手黄耀明、影帝黄秋生，甚至是周润发、梁朝伟。香港反送中从来2礼拜，也有示威活动，这是将会伫咧新界沙田区，另一是伫咧将军澳的游行。记者综合报道。望着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刷落来2礼拜，也有一寡活动嘅游行，连香港媒体嘛按算要串联讲过行上街头。香港记者协会就发表声明，因讲过去一冬的新闻自由是1997年了后上歹的一年。警方摕警棍拍人，真正是凶改改。民众敢若会当用雨伞做盾牌，一直摕，还佫有人互拍甲无法度徛。礼拜9量大游行结束了后，警方甲示威的民众伫香港旺角爆发冲突，上无来人去互掠。若是穿黄色反光甲的记者，嘛有人去互警察杀，而且佫来拍。香港记者协会拜一发表声明谴责，无排除讲有可能会上街路来抗议，因为警方一直限制缩小因记者采访的自由。
从现场的判断来说，是非常明显的故意的针对记者的一些左外采访的行为，甚至有就是用武力去攻击记者的状况。在过去1年，很明显来自于北京的压力，直接影响到香港的新闻自由。互香港媒体感受到威胁的，唔那是警方主动因掠影。香港记者协会发表今年到香港言论自由年报当中指出，去年《金融时报》记者马凯举办参会，邀请到倡议香港独立的人士，结果犯到政府的规矩来失去参政，无法度伫香港食头路甲采访。过去1年以来，新闻言论自由度，会使讲是1997年回归以来上落的1年。而且有真侪香港人认定，因为 TVB 等等的媒体减轻反送中的报道，所以续落来2礼拜拢个会有示威的活动。7月14会伫新界沙田区，7月21会伫将军澳的游行，就是针对媒体所来的。口号是拒绝红色媒体保护新闻真相。因为在中资的影响之下，基本上来讲，有很多的媒体确实是往中国政府那边是移动的，所以产生这种反红媒这件事情是一个必然可以想象的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基本上来讲暂时也跟台湾一样是属于无解的状况啦，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大家一个情绪发泄。台湾的学者认为，香港人甲对一国两制不满，透过各种议题来讨伐，所以示威活动暂时未停止。不过，敢未去达到北京政权的底线，引起更较激烈的警民冲突，嘛是外界人所烦恼的。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今日的天气，今日的天气甲昨昏是要共都会真热。咱先来看卫星温度。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气象局是针对着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南部要注意可能有局部性的大雨，中部有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其他的所在也是多云到好天为主。中部、北部要注意过昼了后有雷阵雨。再来关心的是温度，温度的部分，台东的太麻里昨昏高温39度半，气象局估计到摆时进前，全台各地高温差不多拢是32度到35度左右，大台北地区、花莲、台东甚至会超过36度。日头正炎，民众出门就敢若是入去一个大巷路内面。最尾全台湾上关温度出现伫咧台东县的太麻里车站。早起9点20的温度是39.5度，过来是花莲富源的37.9度，花莲有利36.9度。真的很高啊，好热哦，真的很热。我们黑的还更黑。哦，跟昨天比起来呢？都一样热。都一样热。晚上也很热。因为西南风的影响，规台湾拢正热。高温是集中伫咧北方面的华东附近甲大台北地区，民众讲真正正热。台东气象站也提醒讲，要注意温度的变化。都在33到35，可是像太麻里刚刚是它陡升到39.5，结果到了11点它要降到31.1，就是它的温差是变成蛮急剧的。气象局预估，摆时进前全台湾各地高温会当到32到35度，尤其北方边的地区温度会到36度。那大台北的地区呢，明天的高温呢，甚至可以来到36度以上。另外，花东纵谷还有我们的东南部地区呢，其实明天还是有焚风发生的机会。那高温呢，也可以来到36度以上。饮料店的员工真无闲，因为天气愈热，生意愈好。只有南北两边无同款。气象局讲，未来1礼拜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雨拢集中伫咧中南部。台南甲高屏地区要注意瞬间大雨、雷公四那甲强阵风。记者综合报道。生活宝贝要要互乡亲知，环保署推动4大场所限制使用一阶性的塑胶塑管，接落来按算要扩大禁止使用塑胶类的免洗碗盘。中央按算收款地方会使看款所在做要求，不过这是互环保团体质疑讲，安尼会一国多制，无统一的标准。每种业者为着省洗碗成本，也为着卫生考虑，使用免洗餐具。环保署早伫2001年规定8大场所袂当提供塑胶类免洗餐具。今年5月阁有个修法，将授权地方政府更加严格要求8大场所袂当提供各类材质免洗餐具，包括纸杯、纸碗甲免洗碟。
考虑到说民以餐具的使用呢，要有清洗条件，还有这个生活习惯的养成，授权这个我们地方来定。那地方因为本来就可以定比较严格的一个环境标准，好，那也可以因地制宜去推动环保的措施。八大场所包括百货公司、量贩店、超商、有店面、餐饮业等，按过邮地方因地制宜，是被环保团体解读是一个道制。驻护人民台中分会指出，通常除了双北市，大部分的地方政府态度消极，无可能严管，认为应该由中央统一规定，由政策来引导业者慢慢调整。你要去期待地方能够大费周章的再去定更严格的禁用限用的自治条例的话，我觉得很困难啊。那还不如就是中央，你就整个都去做更多的限制。而四大场所限制使用速供政策，一礼拜以来，环保署统计全国加查了2198件，有6件被看到，合格率达到9.97%。环保署指出，针对免税餐具减量，已经是世界出色。后面已经公布新的提案，将自2001年起禁止使用一次性的餐具、盘、速供，总共10项产品。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调查，囡仔近视的部分，幼稚园大班10个有1个近视，小学1年10个有2个近视，到高中3年10个内底有9个近视。国民健康署就提醒家长，近视较会出现目睭的病变，所以呼吁家长爱加带囡仔出门，唔通互囡仔接耍手机啊。国中2年的李同学对小学2年就开始近视，迄当阵只有100外度，来升国中1年，逐工耍手机至少1点半钟，近视的度数飙升到700外度。顶个月底，伊发现视力变模糊，去看医生才发现原来是高度近视引起视网膜剥离，赶紧开刀，才避免视力继续恶化。小朋友就是这样，没有其他的休闲娱乐或是同学一些的交流，所以他还是以3C 的产品为主。那造成说他每年会有将近100度的左右的视力的加深的部分。学生囡仔近视的情形愈来愈严重。根据国健署上新的调查发现，幼稚园大班近视的盛行率达到9%，到国小1年，学生囡仔近视率增加2倍，升悬到19.8%，也就是平均每10个人都有2个人近视。到高3，国家将近每10个人都有9个人是近视。医师警告，超过500度高度近视容易产生青光眼、视网膜剥离，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等等，有一些患者会造成痴迷。不过上新的研究发现，若是逐礼拜增加1点钟的户外活动，会当有效降低2%近视的风险。是太阳光哈，它的光谱比较均匀的这种光线呢，就可以去让眼球的这个视网膜产生多巴胺，那它就会把眼球拉住，就比较不会一直往后去延展。医师提醒，每年休寒休热是学生囡仔近视的高峰期，建议家长加带囡仔去户外活动，唔来当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目睭，卖当增加亲子互动。若是有影要使用手机建议每半点钟爱休困10分钟。2岁以下的细汉囡仔应该避免看荧幕，才会当离开恶视力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英国有公布一份全球未来教育指数报告，上有未来真尖性的国家。头一名是芬兰，亚洲只有新加坡排伫前10名，那咱台湾是排伫第17名。甲学生专案的报告提出来，台北市5所国中的单性课程，和学生会当对校务政策宣导等等的议题有更较侪想法。108学年阁开创未来教育实验班，用英语、定式语言做资料，每一礼拜12节课，要培养学习力、思考力等等未来爱有的能力。拄7年多元探索开始，陆续加入去创新、实践等等的元素来培养人才。举例来说，我现在12岁的小朋友。他未来出社会，主要他在社会上走跳的时间可能是30岁。那我要能够想象得到，他这18年来他需要什么？我们是帮他垫基础。英语跟程式语言这2个语言，其实是未来人才必备的能力。为着要让学生有能力应付千变万化的未来，真侪国家开始改变教育。英国经济学人智库评比全球50国教育效率，第1名是芬兰，若是亚洲的部分，敢若新加坡入去前10名，台湾是第17名。
主要的指标是用未来上需要的核心能力，像讲人际交流、批评性思考等等效务为主，指出情绪智商、创造性思考，还有团队合作的能力，是新世代敢会当有表现的重点。若是台湾的优势是老师的水准，欠点是学生欠实做。从小到大，我们好像都似乎在追求一个单一答案嘛，少了让小朋友，让我们的学生有一个开放思考的空间。回应到这个108课纲嘛，素养导向教学啊，转型的机会是能够让老师能从课程改革，营造一个教师的氛围。学者指出，教育转型会当参考国外成功的个案，看是要安怎进行，搁来找台湾适合的方式。若是学校的部分，毋但爱推测课程改革，搁会当加举办亲子会，互搁较侪家长参加，嘛互老师的专业有搁较侪发挥的所在，互相沟通，这是教育转型一定爱做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顶悬重要的大代志，这是西班牙一年一届的踏古节开始啊！第一天无到3分钟，就有5个人受伤，其中还有1个人伤势严重。除了安全问题引起关心，嘛有反对这款活动的动保团体去抗议。穿着规身躯白衫，绑着红色的领巾甲腰巾，门一开了，10外只野性发作的斗牛。伫西班牙潘布隆纳这条正火贵安路顶头向前走，真侪人缀伫咧边仔走，享受线上线索欠管的快感。Sí, se para el mundo y estás tú, el toro y la gente a tu alrededor corre y es una locura, una locura. You're excited, you hear the crowd moving, and then also you see everybody running at you, and you're just like, ah! You run. 本牛节第一天就团做受伤的意外，有人伫咧半路倒伫咧涂骹，现场太平的红十字会人员就伫咧边仔替受伤的民众治疗。伫这段900公尺长、2分41秒就走煞的路程，就造成53个人受伤，其中5个人伤势较严重，有2名美国人甲1名西班牙人被工具砸着伤送医，其中1名美国人性命危险，另外还有2个人的头受伤。其实本牛节唔单单是因为安全问题引发争议，伫活动前就动保团体装作牛被测试的情形，抗议这款牛最后的下场就是伫咧斗牛场被测试。I come here every year to basically give my voice to the 54 bulls that have to die in the following week, a very brutal and cruel way. 西班牙本牛节因为海明威1926年的小说《太阳游玩升起》而出名，每年吸引上百万的游客。也因为观光的收益，所以有关当局到即马依然无禁止这项活动。记者综合报道。昨印度有司机是因为拿赛车拿独居规台商战巴士摔落去河内底，目前已经知影有29个人死亡，18个人受伤。这台白色双顶巴士下顶站车顶被地害，对变形的车体外观会当推测，规台车跋落河的时阵是車頂向下並起，造成車內乘客死傷。करीब 4:30 बजे सुबह ड्राइवर को मुझे लगता है नींद आ गया होगा और गाड़ी स्पीड में भी रहा है, इस वजह से वो जो हमारा बैरियर है उसको तोड़ करके नीचे गिर चुका है और वो जर्रा नाले में गिरा है, उस वजह से टोटल 29 डेथ अभी तक हमारे संज्ञान में आया हुआ है। 警方表示，这台双顶巴士差不多载50名乘客，对纽德里出发，前往拉闹，经过雅姆纳快速道路的时阵，稳将拄久，巴士启动着架帮，并且对2座高架桥中央的棚摔到去12公尺下的河边，流动的河水造成救援任务困难度增加。官员表示，这条雅姆纳快速道路全长165公里，是来回德里和阿格拉的道路，嘛是印度上长的6线道高速公路。自2012年启用以来，每年差不多900个人不幸伫这条路里无命。印度的道路基础建设真歹，搁再加上运将定下超速，致使每年有超过15万人伫印度的公路上车祸死亡。记者综合报道。韩国有一个节目走去泰国的一粒小岛顶头拍片，节目内底有一个女艺人插水入去海底掠濒临危险的物种大粒蚌，还佫煮来食。节目播出了后引起争议，因为违反着泰国的法律，若妨判刑，上悬会判5年有期徒刑。南韩实境秀节目壮玲的发照，穿着插水衫的23岁女艺人李丽英。准备好势就藏喺海内面，用手掠伫咧泰国当地珊瑚大海域嘅大蛤蟆，来来回回几落遍，成功掠到3粒大蛤蟆，看起来真欢喜。不过这个时阵，李丽英等艺人甲节目制作单位无想到讲，代志过了2个月加，节目正式播出的时阵，伫咧网络顶引起大代志。
因为这种大蛤蟆是异为物种，受到泰国相关法律的保护。你得用抓这种大蛤蟆，而且事后甲队友搁来煮来吃，已经违反泰国的法律。对于发生地点的海洋国家公园负责人，顶礼拜也针对当事人提出违反国家公园法甲野生动物保育法的指控。那李德英确定被检察官起诉，可能会面临相关5年的有期徒刑甲罚款。南韩制作单位则知影讲代志大条，除了赶紧甲影片下架，并且伫咧随后发表声明道歉，讲因事先对这种大蛤蟆有关的规范并无清楚，以后做节目时阵会更加谨慎细致。不过这种讲法，泰国当局是无接受，讲伫咧做节目进前就已经正明确的甲因讲，禁止掠甲煮当地海洋生物。记者综合报道。已经过身的美国建筑师莱特设计的绿水山庄，测试的时，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作世界遗产。东起边的建筑体下骹水串流成做水墙。伫咧美国宾州建筑人的朝圣地绿水山庄，是已经过身的建筑大师 Wright 所起的。伫测试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去世界遗产。This was such a stunning building, a tour de force, that it reestablishes him. He appears on the cover of Time magazine in 1938, as you can see, an incredible building that marries architecture and nature. Wright 的作品特色是有机建筑，强调开放通光的设计，内外界界袂遐目睭睭，还佫有用钢筋甲阿毛土做以早无人看过的应用。Here at Falling Water, everything is so intensified because it's not just about what you're seeing, but it's about what you're feeling. The moisture touches the back of your neck. The sound of the water permeates the space. 这个 Wright 总共有8项作品去用选做世界遗迹，除了绿水山庄，真有名的纽约古根汉博物馆嘛有上榜。这栋建筑以厝家设计加利亚航路来出名，啊，不过1959年博物馆完工迄年 ，Wright 嘛伫这年的时阵来过身。Most encouraging is that people now recognize the value of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the worthiness of its preservation. I think we can extrapolate from that big long-term values for treating civilization in new ways. 这8栋 Wright 的建筑会变做美国第24个联合国指定的世界遗产，伫建筑的领域绝对是全美国第一个。记者综合报道。非洲这几冬经济发展了真紧，有钱人愈来愈多，手机嘛愈来愈普遍。真侪国外企业去当地开公司设工厂，外送叫食的这生意嘛有人在做。外送员骑奥多拜送餐，这毋是 Uber Eats， 是非洲第一间估计市值超过10亿美金，已经独门独市的企业叫 Jumia。Over the years is that we built up a very large base of customers and we developed an extremely deep expertise in on-demand delivery technology. 非洲这几年成长速度真紧，改变大家对于散车机会的刻板印象，主要是中国这几年对非洲的大量投资。有一份报告就讲，2005年到2018年，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是3000亿美金。非洲的网络普及率自2005年的2.1%，2018年上升到超过24%，是全世界成长上紧的区域。有外商企业就看好非洲的电信市场，Jumia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成立，这嘛是非洲上大的电信商，今年4月还佫伫美国上市。To target this mass market customer that is really starting to come online for the first time, realizing that a level of radical convenience and assortment is not just the preserve of the upper classes. 非洲人无过在散车，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今年的报告就讲，非洲中产阶级将会伫咧数落来10年，自2亿增加到4亿，相当是非洲每3个人就1个人是中产阶级。而且非洲有俗个少年的劳工，真侪非洲国家出口到美国甲中国是零关系，或真侪跨国企业，像是 Uniqlo、H&M 早伫咧非洲设立工厂，或真侪经济学家就有言，非洲将会取代中国，真侪后一个世界工厂。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咱台湾甲南韩的警方做伙伫咧济州岛掠到诈骗机房，是专门咧骗中国人。60个嫌犯内底有51个是咱台湾人。中国捌要求讲，甲这个人送去中国，
也毋过谈判法院并无安尼做。日的台湾人已经互判刑、互关出狱了后，顶礼拜五送回来台湾。在南韩假释出狱的22名诈骗集团的成员，顶礼拜五登到台湾，一落飞机就被检警移送台中地检署。是韩国在境内首次查获诈骗机房，也是台韩首次合作的。这个案件是发生在2017年12月，台湾甲南韩警方联手查到伫南韩济州岛的诈骗机房，专门骗中国民众，已经骗到新台币1400多万。逮捕起诉51名台湾人、7名中国人、甲2个南韩人。迄当阵，中国板要求南韩以1种原则甲嫌犯遣送中国，不过南韩警方依然甲专案移送南韩的司法单位，并依照早期罪分别判3到10年，拢伫咧当地服刑。涉案的51名台湾人内面，22个人服刑期满或者是假释出狱。南韩依照台韩司法合作秘契，伫找5遣返回台。被逮捕之后，在当地都是吃南韩的泡菜跟南韩的食物啦。那回到台湾可以吃到台湾的排骨饭，他们是觉得相当的欣慰，终于可以回到台湾了。这22个人登到台湾，随送台中地检署，检察官伫咧讯后以3万港10万交保。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北港大楼君鸿酒店因为不动产债务的担保，互法院拍卖。昨昏透早，公司有出面回应讲，饭店大房的部分会做到9月底，餐厅会做到7月底。公司是希望向法院争取拍卖钱，先互员工做自遣费。君鸿酒店顶礼拜传出，因为去互法院拍卖，特别休困，而且会伫初八分配拍卖钱。董事长周庆辉早起带员工，还有律师出面赔回饭店，暂时还佫未去用点交，而且要替员工伫54个拍卖钱内底争取优先分配，甲因的遣送费留落来。我们必须要帮员工去争取，而且是依法。我们有600个员工，代表600个家庭。总裁说他其实没有取得经营权。那这是一个重点。那这个钱，他买这个酒店的那个现金，目前在法院。这一笔钱一旦汇诸海外了，这一笔钱就没有了。君鸿赔回饭店去用拍卖是经营团队用饭店不动产来担保1条2亿9千万的美金，毋过拍卖敢若卖饭店的不动产，经营权无做伙去用收起，敢若会当关门，所以提早宣布休困。毋过君鸿可能预计无法度付全部的遣送费，所以希望讲争取拍卖款的分配。法院表示拍卖款还未拨钱，劳工还佫会付申请，毋过资方袂当代替来执行。今日本院实行分配程序的期日，只是为了要确认当事人间的分配数额。之后，如果是有劳工以资方积欠薪资、退休金或是资遣费等理由向法院声明要参与分配的话，本院亦将依法审核保障。法院表示，劳工优先分配这款是伫资方欠薪水了后才会当申请。劳工局嘛表示，军方若是无符提出改评计划了后60天的薪水，就要处罚。目前军方大房的部分会继续经营到9月底，餐饮的部分敢若到7月底。劳工局会来注意后来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经营要30档的屏东国人病院，顶个月因为债务纠纷，互加扣押。昨昏病院带50个员工去屏东地方法院抗议，因认为讲法院执行假扣押无理，严重影响到病院的运作。毛着好伫屏东法院前有报条抗议，因是国人病院员工，因为病院债务官司6月11号被假扣押，当日假扣押的动作，互全体员工感觉被轻贱，而且假扣押得要1个月，裁定文也未补发。一群人霸占了我们的批价柜台，让我们的民众就是要挂号或者是要办出入院的这个作业流程，整个就是被延误。然后就看着他们一群人在那个批价柜台点数现金。病院翕到假扣押当时的画面指控，执行处当时卖地存现金2万块，却无向院方来提，放进这款人的委任律师事务所伫柜台点钱收钱，还佫装置家己的皮包炸走，而依法袂当查好，因为因为电工也被打着封条，打击病院意图明显。不过法院澄清，钱确实交回法院，执行官认为电工不是营业用。这个是不是营业职业上所必须的项目？这个还有争议。那我们承办的事务官他认为并不是，所以目前我们还是先予以查封。对，那
债务人如果对这部分有异议，可以提出异议。法院强调，裁定文无依规定伫7天内底，可能是假卡也无伫1天内底执行了，所以延迟补送。不过，辩院对这讲法无法度接受，将向监察院等单位检举并当法院不法。记者综合报道。爱水是人的天性，伊和美容、鸡仔肉世界拢是。根据监察院上新的调查，卫福部6年来交予17岁做医美认证的只有27件通过，比例只有2%外，伤低啊！所以监察院纠正卫福部。但医师是某一间医美诊所的负责人，多年前捌申请美容医学认证，但是因为一届认证费用都要15万，而且效期只有3档，来店里的消费者大部分是可能小步行销，对认证标准无一定了解，所以后来都不过再加入。大部分的诊所都没有，消费者也不会觉得说，你通过医学美容评鉴有什么好处，所以这个相对就会影响诊所的意愿。这几年来，国内医美诊所快速增加，一档的产值超过1000亿。不过，根据监察院上新的调查发现，卫福部自1802年开始，为请17岁推动美容医学品质认证，到今年5月底，全台湾1300多间医美机构通过认证的只敢拿27间，占2.1%。其中病院有21间，诊所有6间。若是以诊所总数1000多间来换算，平均每200间才有1间通过认证。认证机制有哪无共款？因为安尼对卫福部提出纠正案。好的医疗院所执行的比例有在做，可是有一部分呢没有经过认证，那你就没有办法给消费者一个好的保证。去年，那么9月6号就发布了特管办法，那么有一些高风险的美容医学手术就纳入了特管办法里头。那么这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违反的时候呢是有相关的处分。监察院建议卫福部应该积极辅导业者进行认证，实际上提升从事美容医学业务医师的专业训练，无定期进行查核检讨，搁要加向民众宣导美容医学的正确观念，来保障民众医疗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铁路警察李成汉伫火车顶防都市过身，代替昨昏咧家己火车头举办对暑假表扬仪式。代替局长有讲到讲，未来会严格抓补票的旅客，无票就袂当入站。铁路警察李成汉3号暗时处理民众盗票纠纷，却被杜尚因公殉职。代替局长张正元被回到家己火车站，主持默哀对诉李成汉当时表扬有功人员，不过得奖人却无任何欢喜的感觉。这心情上真的是蛮沉重的，也不愿意见到这种事情的发生。在一个这么危险的情况之下，每一个人在应变的时候，一定有一些应变不及、临场反应不及的事情。其实这几天他很难过，包含我的孩子都很难过。高雄车班组车长卜志宏事发时甲歹徒对立，并请求警力支援。虽然这互歹徒互乘客无伤亡，却造成环境损失。伊因为承受压力，接受身体受伤，一直到礼拜2才回去工作。代替表示，卜志宏有遵守标准作业流程通报，并对外界要求代替检讨盗票。张正元强调，将严格执行无票旅客袂当进站。至于逆冲向的问题呢，原则上我们铁路警察局的这个意见呢是非常表示赞同。铁路警察局加派警力用双人执勤，干药照护站，警察局也正式顺路箱改善监视系统，原来车辆设有紧急对话机器，新买列车也拢设有监视器甲紧急对话机器。在号将邀集铁路警察局参详雄雄发生的暴力事件，甲乘客环境执勤安全的议题。记者综合报道。北省丁埔死伤严重，即马家属是不满讲，被告当中只有办活动的负责人互抓去关。北省农园董事长甲总经理拢无代志，这支检察官暗互业者，家属嘛向高检署申请在议。
香港头前烧烫伤的空喙，还搁伫治疗，经过头搁有抗水球来增加皮肤生长的面积。八仙颠簸过4年啊，受害者陈小姐如今搁继续伫拍拼，出入开刀房，面对中间这条搁真遥远的路。我女儿是花莲的那个，之前你们报了斗5千金啊，接下来面对的就是就业问题，常常需要重建，一重建下去至少都是1个礼拜，没有一个公司想请这种小孩子。受害者的家属搁一摆集合，是因为不满八仙乐园董事长毕婷，还有总经理陈慧英，最近第3届得到士林地检署无起诉的处分。啊，毋过因甲律师拢认为，迄当阵彩色 party 的宣传拢是使用八仙乐园的商标。被害者买票入场嘛是信任这个品牌，啊，毋过最后干那 party 的负责人吕中杰来封关，互因感觉无法度接受，所以早起嘛第3届向高检署申请在议。所有的宣传、所有的广告、所有的网站、所有的网页，都是这样的派对是可以使用八仙的商标，因此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件事情八仙乐园公司却不需要负法律上的责任。八仙的关系人不起诉处分我们已经到现在已经折腾4年了。我们这些受害者的家属我不知道还要被折腾多久。律师表示，士林地检署的无起诉处分书面顶有讲，迄当阵舞台设伫咧落落去的水窟啊，有色的粉卡会卡掉咧，所以造成颠簸了后烧搁较猛。提供所在八仙乐园嘛有责任，期待高检署甲本人发转去士林地检署继续侦查。士林地检署嘛回应讲，尊重家属申请在议，啊，毋过检察官照证据来办案，无偏心任何一边的动机。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计划讲要来开发社即马是风声讲要甲有文字价值的11间庙合作一间大庙，这是引起当地民众不满，批评政府无尊重民间的信仰。社的万善堂有真久的历史，是伫祭拜孤魂的八仙公庙。因为过去社较外出海口，食有尸体留来食，所以讲有真济八仙公庙。小区遐都有6间，啊，毋过即马却传出讲台北市政府为着要开发社，要计划甲11间无文字价值的庙拆掉整合，甲即寡庙合作伙，引起当地民众的反对。安全性愈啊行啊多嘛，无人伊要甲用去起共经济的，对无？大共经庙，安尼就规恁兜的公庙。都含一名你摆做的摆楼，大家共做就好啊。怪怪的，应该是一间独立个体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你独立的话，不会有比较单纯，不会那么复杂。市政府按算甲大新大地的5间庙，甲柯英马等6间百世公庙拆掉合并。当地里长强调讲，伊从来就毋捌同意过，而且即寡庙有超过一半拢有100年的历史。市政府袂当话拆就拆，嘛应该爱问过市民的意见。香港甲你布置讲，啥物要11间要甲你创1间，要创造1间，这哪有可能啦？我嘛当初我嘛叫因讲，你若既然安尼时，你要去跋杯啊。这些公庙，如果他们同意的话，可以安置在同一个地方。未来要怎么安置，这只是初步的构想，还要经过跟这些公庙的负责人，还有跟地方要做沟通啊。那世聪强调讲，因为即寡庙无文字价值，嘛无土地产权，市政府才好意要来处理，嘛解决空间无够的困扰。面对民众的反对，阁来会找民俗专家来讨论，要安怎解决即寡庙的问题，目前还阁无法度确定。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县前县长魏明国改做台水董事长了后，伊是讲八卦山泵坑流出来水是危害健康的地下水，毋是清气的泉水，乡亲千万毋通啉。伫八卦山泵坑一边2边沟流出来清清的水，伫热天时看起来真清凉。这看起来免费佮清气的水，正是为八卦山泵坑流出来。啊，毋过台湾自来水董事长伫假日爬山时特别提醒民众，这毋是啥物甘甜的山泉水，而是威胁到健康的地下水，并无适合直接来啉。遐水拢受到这个汽车的这个废气污染。迄拢有铅，咱石头山中雨水，咱山顶水讲哦，真甘吼，迄是肥料水。我讲到是话哦，因为我做当时对我才知影。
台湾自来水公司表示，八卦山面有未少的田，水头的南投县有种地甲种往来，为了甲农业污水会随着雨水涉到涂骹，无经过净水厂处理，并不适合来啉。公路总局是指出，民众口中的山泉水其实是八卦山泵坑顶悬的雨水甲防止隧道渗漏倒流的水。在所有的隧道都会在隧道的出口附近，将整个称气水引流出来，然后做成明沟排放到地区排水。这个地区的整个农业开发跟隧道呢，因为它有通行一些车辆，所以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粉尘。那这些水其实本来就已经不适合饮用。为沟仔舀出来水管，有的有开关，有的是舀管到附近的果园或者是田内底。公路总局表示，因为水权分属南投甲彰化县市政府，民用储水行为若无危害公路设施本体，无属业管的范围。不过也是提醒民众，这水并无适合啉，尤其是无适合青啉。记者综合报道。食往来长钓时，台东的往来长得大出，也过却传出一斤无10块银。农民认为西部因为落雨在抢收，造成规台湾的往来拢在大出，绩效当然袂好。农民甲台农17号仔金选品种的往来送去延平乡的集配场，准备要出货。今年收果的绩效照品质来分级，每公斤伫4块至8块之间。虽然比去年每公斤5块左右搁较好，啊，毋过同款是无法度超过2年前10外块的绩效。农民讲，可能是因为拄着高温搁落雨，往来是较紧的关系。我们农民红了就是要采呀，你不采也不行。罗亚乡的往来今年每公斤的收果价伫6块至10块左右，有较好一点嘛。啊，毋过搬上讲已经尽力伫维持绩效，因为今年西部的雨比东部较济，而且往来要熟的时阵上惊落雨，造成西部的往来产期失调，所以影响到全国的绩效。就挤在一起，大家一起出，然后就造成量就挤在一起，就会变成比较多。台东县往来种的面积，拄10年前的200多公顷，扩大到今年已经超过350公顷。去年搁捌传出讲排斥，今年的绩效搁无较好。台东县农业处建议农民会当利用休热观光活动，甲民俗旅游业结合来行销。我们的凤梨的旺季的时候，刚好跟热气节是交集在一起的。外地人来台东的，单这1个多月，最少超过60万人。考税局嘛建议农民未来当运用生产调整的方法，互往来的产期分散，绩效嘛有可能会搁提悬。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暖冬花龙果嘛会大出，农民就烦恼讲绩效会直落。啊，毋过呢，干那花莲玉里高寮地区的农民，因是用有机种植种出好名声，以高品质来稳定绩效。花莲玉里镇的高寮花龙果生产区，则因为连续高温，互花龙果发酵特别好，每一粒当拢卖1斤。啊，毋过花龙果若是大出，绩效就会落。农民烦恼讲会败价，去年1公斤果20外块，即马降到19块。今年啊，火龙果还没开始采收啊，市场上已经在谣传说今年火龙果会崩盘。目前就是那个红肉的，就是我们量太多，所以价钱会比较低。为着要甲市场其他花龙果有差别，高寮地区的农民特别强调讲是有机栽培，因为无使用农药，所以花开了后，逐工透早拢爱来巡。若是发现花萎去了后，就爱随套网啊，避免虫来咬。开完之后大概4天或5天的话，这个花苞要采掉，采掉之后就套网子，套完之后它才会转色，转色才会漂亮。高寮地区即马种花龙果的面积超有30公顷，目前干那10公顷维持有机栽种。这寡品质好的花龙果，若是无想要败价，就必须甲市场其他地区的花龙果收成时间做调整。调节红龙果的出货，在这个时候节庆之前，它的产量比较高。那节庆之后呢，市场需求比较低，我就可以避开那个地方的产量，我就可以让它适当的缩减。另外，高寮地区的农民已经研发双色花龙果，预计7月份就市1公斤的绩效会使达到60块。希望讲会当替农民搁创一个新的商机。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立动物园打算开4亿，要做一间热带雨林的室内馆，要号名叫做拉里馆。内底有真济强美长颈的动物，互民众会当walk进来看这珍贵的动物。以拉里造型设计而成的热带雨林室内馆，背后伫台北市立动物园开幕9号正式对外开放。研究馆内打造成热带雨林环境，工作人员才来饲的棉头卷猴是动物园引进的极为甲濒危物种之一。民众应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亲像这只咧白2指树獭，离参观的走道非常近。它基本上不喜欢人太多。
所以他会往高处爬，他都有地方可以躲。所以他如果跟游客有互动，或者是甚至接触，你们会怎么做啊？我们会做这些告诉他，看到就是口头去劝导。这座开了3.9亿所打造的大理馆，无亲像耀兴馆，和民众继续无礼参观，介少会做加真调甲噪音。你是和民众行过动物园区边，是不是会干扰呢？动物园表示会加强教育民众轻声细细，也相信动物会管制人声。另外会发放参观券，每日参观人数限19200人。通道不是很宽阔的情况下，我们目前是采用的方式就是比照大猫熊馆的参观券，每10分钟有400位游客可以进场。那也希望前面的队伍跟后面的队伍能保持一定的距离。经过联合国研究报告，微苗井有一片相当较球场面积的热带雨林消失。动物园希望教育来到新馆的民众，了解雨林受破坏。会带来物种消失，甲加剧极端气候等恶果。另外，台北市长郭文泰建议开放民众到馆内来夜宿。动物园表示，食无冷气，也有排泄问题，必须爱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的温度，先来看伫咧北部的温度，上加27度，上悬36度。中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南部温度上加25度，上悬30度；东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外岛是27度到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等再会。台语因为本身是古语，嘛真有历史，真美丽，这个实际上真值得讲，佮个保留，推广。公视台语台